2026年2月，正當香港人準備收爐放農曆年假嘅時候，地球嘅另一邊，一場世界橋牌大賽進行得如火如荼。位於捷克首都嘅布拉格，聚集咗超過1000名橋牌愛好者，當中就有搭咗10幾個鐘飛機，專程由亞洲飛嚟歐洲嘅浩巴隊。浩巴隊由4位杭州亞運金牌選手組成。今次準備每日朝10晚8釘喺橋牌桌上，力求爭取好成績。今集主要講下初賽對咗啲咩有趣嘅對手。第3輪我哋對由斯恩馬末坐鎮嘅 Secrets of Secrets。如果你有打開橋牌嘅，相信我都唔使介紹斯亞係邊位。總之佢係橋牌界教父級嘅存在。其中第6副牌，我稍為進取咁喺有身價情況下加入橋牌。結果就俾佢捉到 double 咗我溫克。喺開牌嘅一瞬間，佢仲開玩笑咁同我講咗句 Welcome to London， 好似呢手牌就係佢主場咁。由於呢手牌喺另一台主打3魔王 Mick， 我哋輸咗10個 IMP， 不過呢輪仍然以28比22小勝對手。斯亞都好大方咁應我哋要求同我哋合照。第6輪我哋對 Bridge Trainer。一坐低就見到係一位歐洲靚女，佢見我同同伴都係姓何，仲主動同我搭訕，問我哋係咪一對兄弟。原來佢同佢同伴係一對姊妹。呢對美女牌手除咗睇得，亦都打得。佢哋2023年代表以色列拎到世界盃女子組冠軍。今場第18副牌對住我哋以精準嘅防禦單咗我哋 4 spade。第19副牌又以精彩嘅投入主打3 spade double， 只係 down 2。呢場最後輸24比39。初賽最難忘嘅一場，當然唔少得第10輪對 Zimmerman 隊。呢支世界第1嘅隊伍，近年囊括各項世界大賽冠軍，當然係今次比賽嘅大熱門。我哋對戰被公認為世界最頂尖嘅組合 Kalita、Klokowski。第1副牌就掀起叫牌風波，喺同伴叫出 Two Club Gazili 之後，Kalita 就以唔係好標準嘅牌叫出 double。我有10分，又有6隻梅花，就 redouble 嘗試獲取更大分數。見到出世紙，知道 two club 會 double make 嘅牌，對手亦都好聰明咁逃跑到 two diamond， 亦都憑住防守嘅失誤，仲 make 埋 two diamond double 呢個合約。呢場比分最終係25比33。初賽分為12輪。79隊角逐32個出線名額，浩巴隊表現穩打穩紮，由第1輪大勝開始，一直守喺前列位置，最終第5名出線。有眼力嘅橋手更發現我哋今次初賽嘅對手全部都係勁女，冇一隊係入唔到淘汰賽嘅。pair 表現數據方面，我同 Bubble Datum 正104，平均正0.62，200幾 pair 裏邊排第27，表現相當滿意。下一集我哋將會講我哋喺淘汰賽揀選對手嘅心路歷程，以及喺32強鬥到最後1副牌仍然係差2個 IMP 嘅過程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集見。